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节目。为了增进汉藏两族间的彼此了解，达成共识，达赖喇嘛尊者早前就在全球各地不断的呼吁加强汉藏两族间的关系。对此呢，藏人行政中央从2009年开始，就在华人居住较多的地区欧洲、北美和澳洲3个驻外机构特别设立了华人事务联络官，以加深华人社区的沟通和了解。那么在这期的专访节目中呢，我们就和3位华人联络官分别讨论有关他们在这几年里的工作经验和成果。欢迎大家的收看和收听。3位嘉宾，你们好，这是雷。这是雷。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3位嘉宾，他们呢分别是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罗萨尼姆拉先生，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葛赞金的先生，还有这么非常年轻就已经担任这个职位的新任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仁嘉措。你们好，3位嘉宾好。好，感谢3位嘉宾就是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那在今天的这期专访节目中呢，想请3位嘉宾就是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分别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一下藏人行政中央在3个代表机构设立这个华人联络官的目的和宗旨是什么呢？首先，我想请罗萨尼姆拉先生就是大概的阐述一下。这个主要还是秉承尊者达赖喇嘛的这个思想。尊者达赖喇嘛提出汉藏民间交流特别重要，尤其是2008年这个西藏全区，也就是全部藏区的这个和平的这个就是示威呢，从那个以后，就是共产党这个中国当局，也就是对这个藏民的这种为自己的自由和信仰的这种和平的抗争进行了片面的宣传，导致了与汉藏之间出现许多隔阂。那么为了使汉藏民间不会就是说呢使这种隔阂扩大化，使它形成就是世代相承的这种恶性循环，因此呢，尊者达赖喇嘛提出在就是整个流亡的社会里头，藏人与汉人之间互相的进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和谐的交流，并彼此之间做到这个就是说呢消除这个误会。所以说设立了3个代表处的这个汉人事务联络员。是的，谢谢。那想请格桑金森先生对这个问题就是阐述一下您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除了刚才罗萨尼玛所讲的以外，因为还有有几个层意思。第一点呢，我们都知道，西藏问题是因为中国入侵西藏，到现在都没有好好的治理西藏，造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问题。那解决西藏问题，我们认为必须要，跟中国的广大的华人接触，让他们了解真正的西藏问题的现实，包括尊者达赖喇嘛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他的思想，以及藏人行政中央解决西藏问题中间道路的一些内容，应该让广大的中国人知道。因为中共他一直在片面的宣传，尊者达赖喇嘛一直在搞分裂那个什么中国的什么活动啊，所以呢，在中国普通民众里面呢，对西藏问题呢有很多的误解，因此呢，在外的这些华人代表处里面专门设立华人事务官，其最终的宗旨，也就是通过让他们了解西藏问题的现实，真正的西藏问题，藏人行政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这种诉求。那以此来达到汉藏之间的就是消除误解，增进互信，最终的目标呢，也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部署，最终能够达到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的，谢谢。接下来我想请2位嘉宾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向我们阐述一下，你们在日常工作中的职责又是怎样的呢？能否先请罗萨尼姆拉就是简短的阐述一下？那我们的职责就是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与汉人交流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身份。
那么我们的言和行必须符合尊者达赖喇嘛的精神，还有这个流亡藏人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政策和思想。因此我们对于每一个这个就是华人当中的各界人士，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职业或者职务，我们都以一个就是说呢，一个长期在海外为境内的藏人代言的这种身份去为他们诉苦，去为他们在国际上发声，也去为他们在这个所有的汉人当中去发声，伸张这个正义，让汉人了解境内藏人是处在什么样一个就是说呢处境下。尤其是让我们觉得就是有点让人悲哀的事情是，我们得通过境外的藏人向境内的也就是中国境内的这个汉人去宣传这些思想。为什么呢？中共把整个西藏像牢房一样的圈起来，是中国境内的汉人都无法了解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玩笑，也是一种悲剧，是这样。谢谢。那说到这，我就是想请刚上任不久的我们非常年轻的这位驻北美地区的华人事务联络官，次陈嘉措，就是向我们来谈谈您刚开始就是得知自己要上任这么一份职务的时候，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能否就是介绍一下？好的，我刚开始觉得压力蛮大的，因为毕竟这份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而且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作和岗位。然后加上几位前辈在对华人联络的事业上贡献了很多，然后那些结果也是很出色的。这个让我想到，我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做到那么出色的一个工作？对，所以压力就很大的。但是同时我就想到，如果我们年轻一代的西藏的年轻一代没有那个骨气去担任这些重要的责任的话，所以我觉得迟早有那么一天，我们的自由的事业不能顺利的接待下去。这样一个思维的方式鼓励我坚定信心去做好对华联络的工作。那为了做好这份工作，您就是有做哪些充分的准备呢？至于做出充分的准备，以前在龚高老师的培养下，我有幸参与过很多大小不同的藏汉交流的会议，所以对华人事务的认识和了解也不算是那么差。以后我还会跟几位长辈好好的讨教，而面对那些各方面的挑战。那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嘉宾就是分别的谈一下，就是在这长达10几年的工作时间里，两位认为自己在同各自的所在地区的华人接触的过程当中，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最难应付的问题是哪些？能否阐述一下？先请我们的这位格桑达先谈一下。我呢，以前没有担任这个华人联络官以前，曾经也在来达兰萨拉的很多华人，我们也都接触过。那我在担任华人联络官以后，我们因为面对的华人的群体特别大，那我们人数少，那我们要跟那么多的华人接触，我们面对的挑战非常的大。那在我们的这种工作职责里面，我们第一，我们需要让他们知道西藏现在所面临的这种严峻的局势，需要跟他们解释。第一个，第二个，对西藏的历史问题，中共它有很多歪曲的宣传，所以我们也从西藏历史角度，也需要跟他们做很多的这些工作。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要让那些华人知道，中共由于一直在妖魔化达赖喇嘛，或者说对我们藏人行政中央的一些工作方针做出一些完全歪曲的一些解释，那我们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思想是什么。那藏人行政中央秉承尊者的这种思想，我们定的政策里面具体有哪些内容？那些要让他们知道呢？你看我们人少，华人群体多，所以呢这些里面呢，就我们需要付出很多，也需要在那么多的
复杂的华人群体里面，我们分很多种来跟他们接触，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职责是跟华人接触，我们不分华人他什么背景，只要愿意听，或者说你愿意阐述你自己的想法，我们都会接触。所以不管是大陆来的、香港来的，或者在海外的，或者说台湾的，任何华人想跟我们接触，我们都欢迎，我们愿意跟你们交流。现在请罗森你们俩就是谈谈，您在这几年的工作时间里，您认为对你来说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说不上有什么最大的挑战，主要原因还是就是说呢，他这个就是华人当中，他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他们的这种代沟，就是他们的这种思维的这种方式，以及他们的这种就是他们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他们的这种对政治的一种诉求，还有他们对这个藏人的认识都是不同的。因此呢，我们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们得更多的了解他们更多的了解他们的基础上需要就是说呢从各个角度不仅是从藏人的角度，甚至我们要每天的学习中国境内的情况，以及这个境外华人社区的一些他们的这个就是说各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才有这个比较有可信的把握跟他们交流。那么有时候的话还得就是说呢，我们虽然是华人事务联络官，但是我们有时候还得就是说呢，为了加强他们华人内部的团结和友谊，我们也付出了一些许多的一些辛劳。所以说呢，许多那些华人和就是民主运动的人士说，藏人跟就是汉人接触的时候，就是藏人的这种就是说呢信仰，还有这种和善的这种性格，使他们也得到不少的这种好处。所以说呢，这个大的挑战还说不上，也没有什么很巨大的挑战，但是呢，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东西还是存在。了解。那我非常好奇就是面对这么多的困难跟挑战，当时两位代表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的、去克服的呢？能否就是谈一下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尊者的这种慈悲的哲学，以及藏民族本身具备的这种和善的精神。这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这种信仰和世代相承的这种家族的这种就是家教，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一种就是资本吧。请葛赞来就是对，像我们虽然没有这种佛学的这种修养，但是呢，由于刚才像罗桑你们所讲的，从父母那里、父辈那里，我们就根深蒂固的这种佛教以人为上的这种就说传承呢，所以应该说是深深的影响着我们。所以呢，我们在跟华人的接触当中呢，就我们可以怎么讲呢？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些种挑战，但是呢，我们可以就说从容的可以应对这些，因为我们虽然曾经遭受过这么大的苦难，但是呢，当真的达赖喇嘛让我们放弃这种仇恨，那就为了一个民族的未来，我们需要向前走，那我们马上可以依据达赖喇嘛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讲呢教导，我们也可以走。所以呢，一个民族的问题需要这种消除这种仇恨。那这种仇恨里面呢，我们如果每天都我们深陷在这种民族间的这种仇恨里面，那对一个民族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的好处。那中共在制造这种民族间的这种仇恨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注意。那我们应该去消除两个民族间的这些仇恨，我们不能当一个个人的英雄主义，那我们必须要担起一个民族的责任。所以呢，我认为，我们曾经也在中国内地上过学，也有很多这种中国的朋友。所以呢，让我们去搞这个工作，并不是我们自己个人，而是为了一个民族。所以呢，我们很欣然，也很荣幸在这一生里面能够
做这样的一份工作。是的，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新上任的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次陈嘉措，谈谈您为了胜任好这份工作，您对自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哪些规划呢？能否简短的谈一下？之前已经提到了这份工作的重要性，然后两位老师也已经提到了，对，我们西藏的文化有多么丰富，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年龄知道的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也没有那么丰富，所以我觉得对自己我会严格要求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然后从工作的方面，我想我的原则是保持已经有的跟华人之间的友谊，然后再去找新的朋友的来源。是的，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请两位代表就是简短的阐述一下，两位对未来藏汉交流的这个发展趋势，认为会有怎样的一个前景呢？未来的前景，主要还是要看，就是说呢，也许我们继续在任，也许我们也就是会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新一代。那么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感。那么，不管他在任何这种就是说呢社会场景，都要有一种敬业的精神。那么，我想这样的话，这个工作是不会有负于这个所有的藏族人民。是的，谢谢。请格桑拉就是阐述一下您的观点。因为与华人接触，这是一个战略部署。好在现在在中国境内的广大华人也好，境外的华人也越来越开放化，也越来越可以接受很多新的这些信息。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些前提之下，我们认为很多能够负起责任的这些华人也愿意听尊者达赖喇嘛在怎么讲，我们在怎么阐述。因此呢，在华人接触的这种工作里面，我认为未来的这种前景会越来越好。再一次感谢三位嘉宾能够抽空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专访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会。这是